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政府安心旅游补助的5大方案。7月初1要来就路，6月15开放予旅宿的业者来报名。全台湾12000间的这个旅宿，已经有7300间来抢报名，后续应该是突破到8000间。这嘛是各项国民旅游的补助举办以来第一届有这么侪间的业者来参与，所以这个国内的航线嘛强滚哦。华信航空5月份金门甲澎湖线的平均的载客率已经高达75%。华信航空刷落来，要甲同一个集团的台湾虎航来做无人机，要来飞澎湖甲金门。但这个民航局审查通过，上紧7月初5飞这个澎湖，大港就会当加出到将近2000个机位。有搭到飞机，就好像有出国这样子。中午是最旺的，搭配国际花火节。国内旅游即摆就亲像日头同款，炎，旺。松山机场的国内线要去澎湖的柜台出现排队的人潮。旅行社本来是后美线、东北亚、东南亚的广告扛棒，即摆拢总是国内旅游的宣传。热天亲子游上爱去的日本环球影城广告的布条，即摆暂时放伫边啊，去用拍入冷宫。搭配这个国旅的安心旅游补助方案，以及这个振兴券，所以这个旅客成长的比例呢，会比去年同期大概至少成长60%到70%以上。嘛，因为国内旅游即马真夯，华信航空即马按算讲要许，共款拢是华航集团的台湾虎航租无人机飞澎湖含金门。民航局审查通过了后，上紧7月初5开始，虎航的班机就会第一摆出现伫澎湖，逐工应该会当增加机位2000个。安心旅游补助方案7月初1就要开始啊！报名旅宿业者即马嘛足济，15号开始到即马，全台湾饭店旅宿12000间，目前报名的有7300间，应该是会冲破8000间。这嘛是国内旅游补助举办以来，活动一开始就遐尼热烈，疫情解封，大家真正是足想要出去耍的啦。